陈斌想做餐饮，就地消化自己的产品。他把自己的农场装扮一新，研发出了好吃的鱼火锅。可如何打开名气，把游客吸引过来呢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陈斌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。我们也在琢磨呢，就是说看，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爆了，播放量大，它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我们后来总结就是要有话题性，要有吐槽点，然后呢要有完播率。就说你，比如我们待会儿我们拍就会说一句话，希望呢那个粉丝能够把它看完。你不要一个我一出来，我又不是什么颜值担当的，我一出来人就跑了，我必须一句话先把它留住，让他看，往下看了以后呢，他就关心我要做什么，然后看完以后呢，拍完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我得评论一下，我得发表我的意见，这个你这个视频就容易爆，就不能说为拍而拍。像这样的短视频。